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喜来》嘅节目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今日嘅《福喜来》係 live 來播出咯，韓國人愛送東西俾大家哦，你愛送社會節嘅清新嘅童謠，按到童話，生落愛用嘅得到喏，大家出天錯愛認真看，你今日嘅《福喜來》嘅哦，韓國啊，今日愛同大家來紹介佢哋嘅新嘅專輯啊，就係邀請到家下愛講嘅我社會節同愛強強。有冇美麗的強強？細細嘅嘅來分享佢，歡迎社會節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妹齊思飛。今日當歡喜來到人哋福喜來了有個節目，爸爸媽媽。打招呼有沒有？現場直播，我們錯就係人哋社會節，韓國撒下來啊！咩阿群妹啊，親好嘅一位詩人，韓國佢係國寶級嘅詩人哦，他的創作量非常的驚人。細細個個來分享到我一位來賓是我們的葉日松葉老師分享。各位鄉親呢，大家好，我係從花蓮來嘅葉日松，非常嘅感謝。你鄉親嘅支持และ鼓勵，歡迎葉老師按宴後對花蓮來到你台北嘅葉旁，今日就來同大家來紹介佢哋嘅專輯喎。前一部嘅呀，差唔多有6年前嘅吼，我就收到葉老師寄本我嘅書啊，我看到後變到真來哇！看到我嘅相片都也書檔吼，羅湖嘅牛年書，冇錯，當時我說哇好感動哦，因為葉老師有去送你客家電視台那個叫節目《暗香風法》，暗香風法，嘿，冇錯，繼那一本書之後，葉老師又有新嘅作品，韓國亞白黑同社會節，向下來推出，再來同大家來講一下亞種專心哦，葉老師今天的任務。禮拜嘅任務咧，或者就嚟講，嗱是社會啊，阿妹吼，你係要專心。假年前呢，其實用人嘅藝術師，所以呢，佢嘅催化，佢嘅上進，非常迷人，非常嘅呢有關嘅客家味，所以呢，佢呢在呢種嘅有非常難得嘅機會當中呢。是老個嘅對話嘅機會，所以呢，你我用我嘅從中呢，我是本機來選啦，上幾多就上幾多啦，所以呢，我非常嘅放心，難得嘅，所以在我嘅按道理啊嘅寫作過程當中，在呢個合作嘅當中嗬，可以講佢呢一種專心呢。聽我講到，空前呢難得嘅，要個重新嘅一個專輯，所以呢貼片，今日呢配起來，入風咧，來去推廣出去，希望呢加入了個是那個叫個聲音，那個音樂，我傳達俾所有嘅呢個鄉親，那其他嘅族群嘅也重要，得到心靈嘅共鳴。希望呢客家嘅精神呢，客家嘅味道，文學嘅味道，音樂嘅味道呢，全部在了那個彈嘅歌聲當中呢，得到非常好嘅享受。真嘅，因為啊，真嘅係空前的這個文學創作專輯，對不對？因為你看哦，全部底部嘅內容係葉老師你寫嘅詩，韓國結合你社會節，佢當溫柔，然後這是又做成童謠嘅音樂。故說各位個鄉親朋友，假使講係想要拿到今年嘅專輯，所以打電話落來就好，電話係記得好011639700韓國愛講我們的通關密語，今日嘅通關密語係乜嘅？就係亞白嘅專輯嘅名嘅啊，啲那片等，本大家看吼，童話吼，我也下講嘅哦，我已經幫大家作弊了，全部同大家講了。你所以打電話落來就做得到誒，冇限名額沒有限名額吼，打電話進來，對不對？因為亞白社會節真的動態放鬆，一本大家。
都做得糖豆，本太家都做得拿到很大方的送本太家，对不对？可是懂 T 偏后，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是空前的文化年创的转型。不过我东上二弟后，世慧姐跟叶老师，用啥？黑弟嘛个吉演韩国演分子哈，怎么会认识？这样讲啊，其实叶老师硕士的方式当神奇，因为喺我做一只天台访问的时间，然后主持人，然后介绍认识的。不过喺当时我先看到，所以先听到老师的上，喺比本都加上去吸引到的。哦，本期嘛该用的上，经验时的上当有钱。哦，验时的时间，所以经验时的时间，我一直想讲，一路人家喺慢研究，我验时按后堂，所以喺当时家己喺发表一首很多童言嘅童话都跟很安详，所以我就想讲。要做事喺冇下过会跳大手，我也冇问题，我就切架就下就下下来。切架条条的下过诶，它叫做先斩后奏。先斩后奏，看你都能用诶。大概就做其他东西，做老师的东西，大概就先斩后奏，所以要头一摆就係講下壓縮嗰個時間，我用安尼方式。老師說是，我就寫好以後，然後編曲編好錄音以後，這樣第一個我就拜託嘅兩個主持人講，唔做得等我去見碩士入先生喎，你做得嚟翻嚟就想我留一隻當做禮物送俾佢，安尼係，就安尼碩士咧。做好誒藝術歌曲就做得，就本葉老師彈坤呐，吼，哇，當天片咧認識咧演夫，唔過啊，撒下來啊，你有觀眾朋友打電話落來哦 ，Hello， 花蓮的許小姐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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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讲，我們今天的通關密語是什麼？統發，嘿，答對了，拍拍手。你得到你的專輯哦，嘿，按今日有冇嘅話想要同世慧姐或者是葉老師講冇？有啊，那個是也平常辛苦嚟安強哦。新夢兒哦，新夢兒哦，新夢兒哦。那是小文嘛？徐小文。啊，那是徐小文。徐小文。哦，係哦，新夢兒咧，按就信哦。哇，老師好棒哦！謝謝，新夢。謝謝老師好棒哦，謝謝你啊。好，謝謝你哦。再見。好，拜拜。新夢。因為葉老師的法典搞書鼓手非常多的，桃李滿天下，對不對？所以啊，要不要轉型？你用啥？你寫演分動貼片，不過對藝術歌曲都也一種轉型，按多數歌曲，可以請世慧姐再同大家講一下。嗰陣時有冇想到講真經愛出一種轉型，全部就係葉老師嘅嗰個作品、嗰個內容。其實係有一擺時間，咩2年前，就係講老師就拄好出嘅羅福嘅年書一本書嘅新書發表會，所以佢邀請我去做來賓，佢就送我一本書，送我幾下本，就想講老師嘅書就看一下，結果看一下就當有感覺，因為老師嘅書基本是其實當到係童謠，童謠嘅方式又想要當短，唔過又簡單又當好去學習嘅東西，嗰當時其實我客話講都冇按好，我就想講，係講有可能嘅話，係撈佢寫到一首歌嘅來學講客家話，係會更加好。因為佢篇幅比較短，係又係詩詞，所以教聲人嘅讀書也好，用歌唱嘅方式來教聲人讀書，也係講阿妹愛帶聲人嘅時節。對，你啱時表演我本聲人堂，你係一個當好嘅環境嘅感覺。對，學唱歌，學講客，韓國因為係寫詩，是詩的感覺，所以它是有押韻的。有押韻呢。按你學習講客，非常的有效果，朗朗上口，對，容易記憶。冇錯，韓國又有文學性，對不對？我們可以從很多層面的讓親子用下來談來唱，接下來啊，然就來接下兒童天發哦，係 Andy 中立嘅林小姐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林小姐，請問今本日的通關密語是？童話。好棒，答對了，恭喜你得到轉型哦！有冇辦法？會同 Andy 世慧姐，還是我們的葉老師共謀？
要跟那个徐世慧徐老师说，谢谢。感谢徐老师。哎呀，不要这么说，应该的，恭喜徐老师，应該，成功太高，成功好，尹小姐。好，希望你拿到转系后真都不卡，有小孩就跟你的小孩一起听，不然就跟亲戚的小孩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就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分享这一本书跟专辑。好，希望你会喜欢的。谢谢。神龙大天发落来，拜拜。拜。好，接下来嘿，你喊你同嘅天发嘿，你台北的罗小姐 ，Hello， 罗小姐，嗨，你好，请问今日的通关密语是？统发，答对了。哇，今天口音很踊跃，对不对？好，罗小姐，今日有想要同事慧姐，还是同叶老師講乜嘅發夢啊？葉先生去。嘿。哦。葉先生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幾年前啲公樓有唐年嘅課。哦。葉先生有念個詩歌。哦，中大嘅唱係麼？那時候就挺感動啊！葉先生嘅感情當豐富。哦，什麼意思啊？我想到你們電視台又看到葉先生身體很安天啊，很元氣。同樣嘅風啦。跟徐老師，我咩冇想到啲係按後生嘅細妹。哦，係哦，前輩哦，啲前輩啊，前輩。葉先生嘅詩歌啊，挺感情當多徐先生那係老佢唱出歌嘅，佢聽出哦，挺感動人啊，對，就公主亮嘅先生身體康健謝謝你羅小姐哦。哇，今日口音真的是超級踊躍，大家就想愛得到一種珍惜，韓國想愛談世慧姐的創作，還有看看葉老師的文學，欣賞葉老師的文學。鼓手一下，先來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來節目當中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現場，今日係 live 來播出咯，唔是愛打天發落來，你今日就收禮物了，怎麼那麼好？因為今日係講世慧姐跟葉日松葉老師佢兩下清新的作品，很多統發，也係真的是空前的這個原創的文學專輯哦，鼓手。非常值得大家扣音進來，天發拿起來打0226309700，講出我們的通關密語，童話就做得到了。好，今下啲上一團節目當中啊，有觀眾朋友打電話落來講，哇，佢啲終老嘅時節啦，有談到這個葉老師念詩那種非常豐富的情感，還有後堂嘅嗓音。世慧姐呢，也是借了葉老師的聲音，所以鼓手掌握上個音色，對不對？鼓手啊，我們現在就細細格格來有請葉老師來同大家念一下人嘅詩，來念一下佛念從盤大家來談看啊！好，我哋來念一首我嘅新作品，叫做《佛念誦》。佛念誦，倚等佛，拜託你同我講順路麼？佛念誦，心夢你，我大橋頭順，請你落來坐。我請阿妹泡茶來搭請你，陪你長山過。哇！有沒有覺得葉老師念起詩來吼，畫面都出來了，對不對？就一場看到佛念誦，有沒有行到橋頭啊？行過愛唱人行來不卡，唱媽媽泡茶，係冇？行過愛衝山歌，係啊，也係用嘅一隻故事包。然後呀，這個佛念誦，它是一個昆蟲，唔過老給擬人化了，好可愛哦。哦，也很用嘅故事。我從事寫作呢，在啦文學嘅創作當中呢，也有小朋友嘅對象嚟講，擬人化、譬喻法的手法、誇張法都可以。所以呢，一個作家、一個詩人呢，運用般的設計來
本俩学生的来谈，小朋友谈，绝对会一个创作者的心灵呢，会回归到童年，进入小朋友的心灵的世界。安来写的时阵呢，才会比较可爱哈，电影写的时阵。所以呢，你啊种的透过你啊种的那个节奏、押韵、个韵律，然后呢音乐来结合的时阵呢，个声音一下出来的时间啊，就非常的感动，哇，会产生了一种的共鸣。哦，安样的声音呢，用会按有礼貌。墙衣都错，落来错。哦，啱咪我咧做差咧搭牆衣哦。哦，你啊順路冇啊，順路就係做呐，我大跳跳先啊。你一種嘅畫面呢，小朋友係前愛談。對。所以呢，你一種嘅是一種嘅利用文學、利用嚟音樂嘅咁嚟歌嘅，來教育小朋友本語學法來學習，來佢做音圖理會曉得。韓國我有禮貌才好，哇！你好，你看好唐鐵葉老師念鐵以後就有天把他落來了。哎呀，還中了哎，他是張小弟，是弟弟小弟弟嗎 ？Hello， 那個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好可愛哦。今天通關密語可以不用告訴我啦，沒有啊，通關密語是統發，好棒哦，共行呢。真不哦，真不哦，哎，真形象哦。嗨，弟弟，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世慧姐还有我们的叶老师说吗？叶老师刚刚念的诗很好听，是哦，你看你好赞，好棒哦。那你拿到专辑回去要跟妈妈、跟爸爸，或者是跟阿公阿婆 Q 哈糖哦，一起听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你打电话落来哦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刚刚听了叶老师的气嘎，那样有点像吟念的方式，吟唱对吟唱的方式来念出气嘎的作品，接下来就会来唐雅文学同音乐来做结合了。那我们就要来有请世慧姐，用你温和的声音、温柔的声音来冲亚条，特别的凤音冲亚条同叶文太嘎糖。好。衝，騎頂風，拜託你就愛做，順路夢，風揚衝。世慧姐的音乐让亚条歌曲都会喊卡都电影下的感觉了，就是那个凤音虫它很灵活，那种电影下的感觉，全部就出来了。对，就透过世慧姐那个厉害的手指头，有没有？看着那种法，对，好厉害哦，好可爱，我就都得用影哦，感受到叶老师的文学的内容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把情境完全投入在里面。对，古手人丽莎哈雷啊，只听一首真的不够，我要再要求一首歌，我要安口。古手啊，
亚摆专辑很多同发，亚摆配唔配没有一首歌曲系同发。那本书呢，就那个童话的专辑。那本书的专辑。那本书的专辑。通法。嘿。所以咱想个回归以80来岁的年龄，回归到咱童年的时间，安来写。一方面保持青春，所以呢，教学几十年呢，就是因为爱护小朋友，跟小朋友在一起，所以呢，我的作品全部都回归童年，回归岁月，可以说人生的倒带，倒带了，回归童年。所以呢，你看通法呢，本时是为了配合的是很较好。哇，鼓手一下就爱来邀请叶老师来念念通法，本大家听好冇？好啊。请你念一遍呀，通法，本大家了解讲亚种专辑，韩国亚条歌的，生来爱本大家用的感觉。好。好。我呢，我来念一本书，甲按照主题一首诗，也係咧正式的主题诗。通法，风呢，看自由，在云淡看风光，虽然思念是远方，头发理发。还有热头发，水天波浪在月光下，天公彩霞，竹里猫砂，通发，是擦的光擦发。哇，有看到吗？我知道，刚哈谈到的同发，有一些嘞，真的很细时节。还小的时候看到的景象，看到的画面，加有叶老师也个文字，还有也个声音，又一波一波的朝我袭来。不过后还有最大波的还没来，等下还有音乐要来哦。好，太感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阵来哦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嘅节目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 live 節目我來送大家準時報，吉吉大天發落來0226309700就送本大家這個原創嘅文學音樂準時啦。接下來先來接一通 call in，係安尼花蓮嘅林小姐你好，董志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們今天的通關密語是童話，好棒啊，恭喜！答对了，跟你今日有乜嘅發想要同李世慧老師還有葉老師說冇？其實魏老師係我哋欣賞，所以我哋期待新舊誒。老師，我是龍真姐好。還唐春雅上咧，唐到好，新回憶啦，新回憶誒。係，跟林小姐拿到專輯以後啊，咩愛同樣嘅聲音嚟啊，叫下來衝入了童謠，好聽嘅童謠哦。好，謝謝你打電話落來哦，什麼？哦，其實我們世慧姐也是桃李滿天下。係，啲花蓮咩搞動到高衝版？有一版啦，平常是在港澳可以看到。哦，對，而且其實唱歌的時候，有時候看世慧姐 po 那個唱歌的畫面，是很歡樂的，對不對？你們的衝狗版係懂快樂、懂歡樂嘅，鼓手愛老亞種歡樂，帶到也擺這個葉老師的文學地度，而來做一個結合。這次的童話，我們來請世慧姐來衝本大家堂。好，我先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哈，跟大家太講，其實寫書歌的時節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就係細帶點聲音嘅水母嘅時節。好唱歌嘅也得安尼吐點水幕，所以亞書歌嘅本來越唱啊，就越有安尼，只會轉去到我去個聲音帶聲音嘅時節，然後同花。風起
天当看风光，炊烟思念，喜烟风，头发理发，捏头发。水天无浪，月光下，天空彩霞，竹篱茅山，同发。是茶公茶发，头发理发，捏头发，水天无浪，月光下。送一条歌曲，完全有另外一种无口用的感觉嘅。阿曲我也做得同大家讲一下，我家下堂诗慧姐弹唱，韩国叶老师合唱，我心感度韩国我脑袋里面看到的画面，我想到我韩式的世界，我同我爸爸妈妈吃饱呀散步的世界，然后。你会看到东西，看到头发、理发，有没有？就是开始爸爸妈妈就开始教小孩喽。那个是什么花？那个是什么花？捏狗，就会按就是想到我小时候，一种牵着爸爸妈妈的手，同佢就去下去散步，规路好爱就讲嘅花，也係糖豆嘅花。故事我想要问一下叶老师，你去家啲嘅创作同花的世界。怎么会有按你灵感想要写呀同花？我也出世就在乡下，所以我带过猫窝，所以嘅按照竹篱猫砂猫窝啊，竹篱嘅竹嘅边嚟按照墙壁。冬天让天来风冻冷，寒冬啊凛冽嘅风。所以呢，热天嘅时呢，冬暖夏凉啊，所以你们安然自在，安然自在。但是呢，木笋呢，种了有梨嘅，有头发，但是呢，还有热头发。我最难忘嘅就係阿婆用嗰個熱頭髮，對，來剪下來。爆錘爆哦，來吹一盤的時間呢，那種味道呢，整個的溢散出來，味道跟畫面都有了。那是我童年的味道，是我祖母的味道，是我媽媽的味道，是我故鄉的味道啊。對，所以桃花梨花現在正是開的時候了，春天的時候呢，回想童年感那種畫面的話呢，我們作為一個這個80來歲的，那時候想到孫子輩，還有我童年的時候呢。這個人家用的畫面呢，實在讓我感動，讓我很想回到自己的故鄉，將個故鄉去個些，將個東西安排東西呢去皮了。但是啊，時隔多年，有的呢是不因遺留的，有的沒的，所以在記憶中，這些東西，給輕輕讓畫面全部才讓你講下。來出現出來，所以呢，我要將它寫出來，呢種嘅東西呢，俾大家嚟談，可以享受呢種嘅快樂，享受呢種嘅天倫之樂、歡樂，用音樂、用文學嚟結合。音樂、留文學、留同花嘅畫面全部留下來。對，鼓手啊，
除體也下人做得小可一些些糖豆以外啊，假使講觀眾朋友係無糖啦吼，你有發表會會同大家見面哦。發表會啲乜嘅時間4月20歲以後呢，我哋呢花蓮教育處呢嘅醫療嘅會議室，我做第一擺嘅發表會。啊，一擺發表呢，當重要係邊我有特別倡導花蓮個大家就學校地步嘅教育者。呢可能宣傳是啊教狀來談也蔬果也種專業嘅東西。咪希望講第4月29號嘅時節，咪有一場啲人嘅楓林，啲人嘅楓林咪會有一場發表會，咪請大家做得準時，也係有限。咩時節就做得去交流一下，很多內容等多，還有可以跳毛巾操健行，對不對？還有非常多的內容，統發機啊，統發的發表，對不對？錯。我說啊，希望觀眾朋友真見，還係當上清楚的了解到要的資訊，就得去上我們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搜尋阿妹起司飛，阿妹起司飛。假使講係想要得到專輯，唔怕，見邊喺冇拿到唔怕，就請大家就得去搜尋我嘅阿妹起司飛，唔留下人嘅聯絡方式，我會寄贈本。哇塞，真的是大放送，希望大家就做得，你可以用下來統發，用下來回憶我們的幼年童年的時代，對不對？希望講入擺係做邊就青中央目前呢係人咧做教育，所以呢入擺呢除了入擺嘅發表會以外呢，係大家係冇拿到，想要拿到嘅話，其實我後邊咪會有一些巡迴發表會，咪做得啲嘅大部分大家都得注意我的訊息。對，巡迴發表會有巡迴車，對不對？巡迴車，OK，巡迴車，我會見到特集總頭喺要行啲花，大家就做得來彈唱歌嘅，以外呢做得送 CD 俾大家。真嘅，你看 CD 用送嘅，韓國又發按到時間，葉老師花了非常多的時間下亞的視頻，韓國社會姐妹發動到時間，然後亞的視頻變做好聽嘅音樂唱出來，俾大家聽。韓國要動態放嘅同大家來分享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來支持哦。故事節目，謝謝葉老師，也謝謝世慧姐，謝夢怡啊，沈夢六嫂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。是難得哦，是難得，東南的邀請到，講一下生日快樂哈！生日快樂哇！好，什麼我們重量級的來賓，好，沒什麼各位觀眾朋友，為數可以休息一下，聽聽運動欣賞，好好做運動。